咗好，你哋各位咧捐咗好多錢，所以咧今日要多謝大家，同時咧要多謝阿李博士啦，佢咧就係負責組織呢一個活動嘅。煽動嗱，10萬蚊如果一桿入洞咧，就李博士俾，咁同善道會嘅服務嘅願景都係一樣。大家俾一次機會在囚人士，俾一個希望佢哋。多謝大家。好。今日嘅活動籌款將會用喺支援不同弱勢社群同埋高危青少年嘅服務。而家係做善事，天日睇我哋，各位善心晒。今日天氣好，加上天氣，加上咁靚嘅景色，大家都好開心，玩得好愉快。我亦衷心感謝香港善道會多年嚟為締造包容而安全嘅社會呢個願景所作出嘅努力。今日咧，各位都可以一齊咧喺呢片青山綠水嘅地方咧打波，仲要啲 green 咧又乾又濕，非常之有挑戰性。喺度咧，我代表善道會呼籲各位社會賢達同商界嘅好友，唔好吝嗇你哋嘅精力時加指導，同途萬里，令到我哋可以咧不斷咁進步。我哋呢次嘅善款已經籌得超過30萬啦！